哇！而家60萬竟然可以響蓮塘口岸執低一套70年產權嘅住宅，關鍵係咩啊？新規4.0啊，即係點啊？完完全全冇任何一個公攤面積啊，樓下即係呢個地鐵以及呢個商場噶啦，真正咧可以實現得到步行過關翻到去香港，所以你喺香港翻工，喺深圳住，完完全全都冇難度啊！廢話唔多講，我哋一齊上去睇下先。OK， 咁上到嚟啦，呢套單位咧82方，竟然做到3房2廳2個衛生間啊！你話佢誇唔誇張？肯定係誇張，冇辦法，新規4.0嘅住宅就係咁好細好用啦。咁佢個格局咧就餐廳一體化，所以佢整體空間亦都係非常之大。同大家講下呢套單位咧係精裝修咁樣交付嘅，睇到嘢都係交付標準。除咗呢個喐得嘅嘢之外啊，咁呢邊咧露台位置都係幫我哋封好晒，望出景觀視野亦都係非常之靚噶啦。咁呢邊咧就係你平時食飯嘅地方，放張長台啊，4人同時食飯都完全冇問題。廚房位置咧設計成 L 型，並且係大窗嘅。仲有一點同大家講啊，呢度咧南北對流，所以個採光啊通風效果真係非常之好噶啦。以及呢度3個站咧就翻到呢個蓮塘口岸啦，所以過關翻去香港係咪好鬼死近？真正咧可以實現得到我喺香港翻工，喺深圳呢邊住都完全都冇問題噶。咁旁邊呢度咧就細蚊仔住嘅地方呢個帶埋飄窗位，平時坐喺度欣賞下出邊嘅景觀，哎呀呢啲感覺真係妙不可言啊！咁最後咧就嚟到主人套房，呢個空間十分之大，點解啊？你睇下，放一張2米嘅大床，2個床頭櫃仲可以放啲衣櫃，證明咩啊？空間夠晒大咯。咁呢邊咧就呢個乾濕分離一個洗手間嚟噶啦。嗱，各位朋友仔咧，如果感興趣嘅，記得私信我啦。